武汉病团体早起第二位陪同指出，讲政府对2020年公告罕见疾病防治药物法了后，虽然加做是亚洲头一个有罕病专法的国家哦，预算嘛袂少，也毋过执行率是真歹，有一寡病人嘛拢无受惠，应该爱检讨。行动不便替华紧生命之汤的理事长李义杰本身是小脑萎缩症的患者，伊希望替朋友争取药物的健保给付，因为过去4档伊发现健保署的罕见药品，医生逐档拢有出，即期敢袂当扩大补助。台湾目前还有90%的病友没有办法获得健保用药，其中有1半以上都是成人。李个23伫立委陪同下开记者会，伊讲健保署2019年的罕病专款，竟然有超过11亿无使用。今年的健保预算到8月，嘛敢若用1300万，阁有将近10亿无执行。虽然健保会逐档拢会针对健保总价内底罕见疾病药费做协商，但是对因来讲，所看有食无。伊全台400名的 SMA 病友积累，1岁以前发病，健保才给付到7岁，但是真侪人需要用药啊来延续生命。有一个病友，他没有办法自己呼吸，他治疗了4个月之后就不需要呼吸器了。那这算不算有效？但是健保署的认定可能是你要站起来走才算是有效，可是这个是非常不人道的。与会立委嘛表示，目前台湾公告240种的罕见疾病，敢若35种有健保给付。SMA 虽然伫2020开放有条件的给付，不过逐档的自费药啊，爱开600至800万。针对扩大补助，健保署是回应，因为考量治疗的效益甲药费收贵，若扩大给付会排除其他罕见药品。不过，若经过科学实证甲财务许可，拢可通申请。记者陈柏丽、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